各位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起来咧》，我是钟意权阿权妹。福起来吼，一次又同大家来收集好食的东西，乜个小农种的东西啊，又係講乜個傳統有乜個好食的東西。啊，唔過今日愛同大家來收集係一個 app， 一個 APP。做乜個愛同大家來分享呢個 app 呢？因為有隻 app 係全台灣唯一咧。同大家来分享用版来爱下韩做的食的东西。我们讲现在的习食的一类观念，韩国也同亚哈联合国大家来定的这个永续发展的目标，系共用嘅。今日节目当中就要来好好同大家来分享哦，细细嘅来分享。节目地度有请多位来宾来分享 Taste Me 嘅创办人100元创办人分享。大家好。南黑100元，也可以叫我巴神东风希要多了。巴神练懂球，对不对？你刚刚在录影之前，替片大天发转去问爸爸练客语。对，我连我的名字的客语都不会念。哎，这真的是我老实说，福气来的这个节目做了10几年了，这确实是我们现在面临的状况，就是确实是很多年轻人都不会说客语。但是呢，我会同大家分享一下我跟巴神怎么结缘。做嘛跟巴神给我们一位来到节目当中，是因为我有一年的堂广播的时间，不是听客家的广播，我是听应该是华语的，不知道哪一个广播频道，我听到巴神的就是受访的一个单元，然后我就躺，我觉得这个人讲话好像我客家电视台的同事哦，然后我就赶快上网查这个人到底跟客家有没有关系，如果是我要把他邀来上福气来了。然后我就找到了，就是巴神的第一次说我讲话像有客家话的客家音的人。我跟你说。都是有痕迹会留下来的，就是因为巴神应该是小时候应该都一直都没有在讲客语，没有在讲，但是家里他们亲戚在讲话的时候有讲过。所以你爸爸妈妈都会哈嘎你，都是客家人，都是客家人，但是都没有在跟你讲客家话，都没有在讲，都没有跟我讲，都没有跟你讲，但是你会听到你的成长环境都是客家。你在哪里长大？花莲。花莲，所以是爸爸是花莲的玉里。哦，对，那就很客家啊。对，然后在更之前，阿婆他们就是在苗栗南庄那边。那就跟我一样，苗栗，所以就是一个东哈嘎给反应，所以可能你没有发现客家潜移默化的在影响你。腔调都有了，虽然没讲。对，所以呢，今日巴神就要来同大家来分享。佢他创办的一个app， 这个 APP， 它叫做 Taste Me。这个 APP 是很用版的一个 app 呢，我们请巴神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那时候在做这个 app 的时候，其实就是我们希望就是要减少这个食物的浪费，因为当然也是其实跟客家人的文化有概念，就是我们都是物尽其用嘛，然后以不浪费为这个我们主要的原则，所以。我家里的影响，还有这个文化的影响，其实让我那时候看到真实的这个餐饮业或是一些烘焙他们一些食物的浪费，可能就看到可能每天他就丢一整袋，确实，大概可能50-60个那种面包就这样丢掉了，就真的蛮可惜的。然后想说可以怎么样来解决这个问题啊？对，因为在餐饮业应该是没有办法，他们应该就是在那个当下，他就是没有吃完，他总不可能明天再给隔天的客人。所以他也必须处理得有这些没有吃完的这些东西，但是对于一般家庭自己吃，你可能我就隔天吃啊，热一热拿来吃啊。但是我们就是一般人看到就觉得哇，那些东西就要这样硬生生的被丢掉吗？所以你当初看到是觉得很冲击的，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行为，让你觉得哇，这些东西竟然就要这样被丢掉了。那个时候主要是觉得这个东西，他觉得丢掉了，然后我就去想说，这么可惜，那是不是可以？为什么不能再有别的方法处理，或是卖掉，再用比较好的价格卖掉之类的？可是他们就是说，可能政府政策公司的一些规定啊，他们就是一定不能留下来，然后明天有新的要进来，那旧的一定要丢掉嘛，所以他们就必须要这样子处理。那因为没有一个好的机制，他们就只能照着这样的方式做。那我觉得。或许有一些方法可以来解决，那这是为什么我们想要来做这个 app？ 对，这个 Taste Me 的这个 app， 那这一个 app 的目的就是等于说，把这些餐厅需要解决的这一些剩食，
然后可以获得透过妥善的管道，然后本喜优给你可以用比较优惠的价格去买到这一些盛事，对吗？对，我们就是让所有这些我们所有合作的这些品牌，这些他们的一些。我们现在讲剩食好了，就是这些可能会未来会变成食物浪费的这种情况的，这种产品，它食安都没有问题，都很 OK， 很 OK 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让就是消费者可以用5折的价格或者更低的价格去买到这些东西，就是你在让这些食物不浪费，可是你又让自己的荷包又很省钱，那这其实也蛮符合客家精神，就是我们用这个解决这个不浪费情况，但是又对大家都好。对，因为我觉得前一段时间大家，我觉得大家会有一个习惯，就是我要买最好的、最新鲜的。比如说，很多人可能会去超市买牛奶的时候，要挑期效最长的。可是我有可能，我今天就是要把牛奶喝掉啊，那我其实可以把前面的就拿走啦。但是我觉得这个是比较过去的观念，要他太敢天天的改变，去改个想法。所以像这样子的 app， 给你就来后同太敢来分享，它既然是台湾的第一个，其实过去其他国家可能已经有类似这样子的机制，对不对？巴神有看过？对，目前知道最早的是在欧洲啦，然后他们起源于丹麦，然后他们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机制，然后大概找我们大概6年的时间，基本上他们透过这个机制已经变成大概非常具规模，已经应该差不多在20个国家有在运作的一个平台了，所以其实这是一个在全球已经是一个潮流了。台湾只是我们还算比较晚，其实在全球，在欧美国家，其实这件事情已经是很多年以上，而且它其实是已经变成一个风潮。对，那所以之前在开发这个 app 的时候，巴神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吗？因为要开发一个 app， 然后其实这一整个机制要建立都是没有那么容易的。困难，我觉得它就是因为一开始大家可能对这东西其实不是很理解啦，所以他们就会想说，像我们去开发的时候，一开始我们可能第一次创业啦，然后也不知道怎么样创业，所以就有点在边摸边做。所以在我们去找一些业者合作的时候，那我们可能就会有一些这个撞墙，就是比较挫折。等于说，在你准备要创业的时候，应该有先去做一些调查。我们会做一些基本调查，然后可能去拜访一些店家，说，我们这样的机制是不是有符合你们的需求？那大部分这些店家一开始接触到你们，他的反应是什么？大部分都是不接受的啦，因为新的模式他会觉得说，他听不懂，他完全因为你可能是第一个跟他讲这件事情的人，对，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大部分都以为我们在做收厨余的这个工作，然后我就必须要跟他解释说，拜托，我们要收你厨余，然后我们是要帮你去东西好的时候，帮你找到人帮你买走，每天帮你解决问题。可是很多人大部分的业者都会听不懂，他完全不知道你在干嘛。所以我们很长的时候，大概7、8成以上都是被拒绝的。所以只剩下那个2、3成。对，是2成以下更低。2成以下，对。嘿，有接受你这个想法，就是如果你未来有这样子的一个机制或 app 出现，我们或许可以合作。对，有提供你这样一个2、3成的这个可能，对，就是2成的可能。2成以内，他就会跟我们有很多正面的回馈，甚至愿意加入我们的这个第一次的这个平台，成为我们的店合作店家这样子。对，所以第一批找到一些店家愿意合作，然后你就开发出来了这样子的一个 app。对，我们第一批，我们那时候拜访了整个大台北地区大概800个店家。800？对，大概花2个半月的时间。那这800个店家有哪一种类别的店家？比如说可能餐厅啊，或者是什么面包店，哪一种比较多，对不对？对。比如说面包店啊，或者是自助餐店，这是我们那时候一开始800家里面比较大的这2个类型。对。但是感觉这2种店的取向好像会有一点点不一样。比如说自助餐的，它一天营业结束之后，它剩下来的食物跟面包店一天营业结束剩下来的食物的类别跟量好像都有一点不同。对，类别跟量不一样。自助餐剩下来比较多，然后面包店就是要看大小，但是他们基本上面包店其实对于大部分人的接受程度是比较高的，因为它就是一个一个的面包，一个一个的感觉。它还可以隔夜吃，因为我买面包晚上买你也不会当天吃啊。对，但自助餐你必须要当天吃完，所以它2个使用的形态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我们其实2边都有找。但后来发现面包店的接受度最高，所以我们后来面包店烘焙相关的越找越多，包括像甜点店的那一些都有。
所以现在到现在有多久的时间了？我们目前2021年到现在大概有3年多的时间。对，那在整个大台北地区，全台湾大概我们有大概1000家的店左右。对，然后品牌也是蛮多的，我们跟很多大家房间很熟知的知名品牌、连锁品牌都有合作。对，但其实也不仅仅是台北，因为有去下载那个 app， 大家可以来看过哎。不仅仅是台北，其实全台湾蛮多地方，尤其是像是比较都会区，像台中啊、高雄啊，其实都有蛮多的店点，慢慢的在开发。所以汉百台嘎是下载这一个 Taste Me 的 app， 就可以加入这个永续经营地球我们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可能每位本台嘎来改变一下对吃的东西也有观念，也没给每一个节目当中偶尔好好同台嘎来小言，因为可能观众还没有办法这么快的接受这一些内容啊。不过等下还有节目的时间后做再来同大家来分享。先休息一下，等下再个转到节目当中哦。好，各位天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又转到福喜来咧，我是钟宇群阿群妹。今本日节目当中啊，邀请到呀，唔可以讲客话，不过本来唐出係客家人的Barson来到节目当中，你有听得懂我在说什么？有，这个我听得懂啊，这个我听得懂啊。对，我真的觉得这个缘分太奇妙了，但是我很荣幸做得邀請到Barson來到節目當中來同大家來分享，佢創呢邊廿隻 app， 叫 Taste Me， 係同大家來分享糧食。我們頭擺可能會講糧食叫做剩食，但是其實現在觀念大家慢慢的在轉換，尤其是像我很常去超市買東西，是以前在超市不新鮮的東西是不會出現的，不是不新鮮，就是可能有一些小小的外觀損壞，或者是放比較久要立刻吃的，可能芒果已經放得很軟，最適合吃的那個時候，那個時候呢，在超市就會有一個櫃子。惜福的糧食，惜福區，對，它會放在那邊。本台家做在用動，便宜給家私做在老給買一張惜福卡，因為你就是要當下吃掉它。那我現在就是立刻想要喝一杯芒果牛奶，那我就很適合拿那個很熟的芒果回家打牛奶，最香啊。對，所以其實按用嘅觀念已經天天的啲嘅改變呢，這也是 Barson 現在正在做的事情。他開發了這個 app 叫做 Taste Me。那我們來跟大家來分享一下好了。如果大家對於這個 Taste Me 這個 app 還沒有很熟悉的話，你們有2號同大家來分享。如果你下載這個 app， 是不是第一步先推薦大家，建議大家要先開定位，找到你自己的位置？对，就先看到定位之後，你就會知道你身邊離你最近到底是有什麼樣的這個店可以去買。那地圖上面你就會看到可能2個顏色，一個是綠色跟灰色。啊，綠色就是現在當下可以買的。然後灰色可能就是現在當下不能買的，所以基本上你就是選綠色去買就好了，去綠色去看就好了。就是綠色的就是可以買的，所以你綠色的點進去就會看到說它裡面有寫，比如說它現在的商品是什麼，對，它可能有什麼樣的商品可以買啊？它可能是有庫存的，那有可能上面有寫什麼線上排隊的，對，它可能會有2種不同機制。線上排隊是什麼意思？線上排隊其實就是排隊，就在你就是店下去之後呢，表示我要排隊，表示我要排隊。那當然排隊就是它一定有先後順序。那你前面可能在店家可能說今天有剩下東西，比如說他每天剩東西就不一樣，像說今天麵包店，我今天打烊，我可能今天排隊可能排了10個訂單好了，但我今天剩下來我可能只能提供8組好了。那你後面那2個來不及，最晚那2個可能就拿不到。所以他每天剩的可能今天剩8個，今天剩8個，明天剩5個，然後明天又剩10個。像每天其實不一定，因為你很難知道說我開一間店，我知道明天剩什麼。如果我知道明天剩什麼，我就不會剩。我知道，這有點像小確幸的感覺。對，你就排隊排一下啊，還講有嘟後給幾飛，你就可以用很優惠的價格，然後把這一些糧食買回家。但沒有的話，就沒關係，你就是可以明天再去買它的原價這樣子。或者有一些就是直接買有些庫存的啦，還有一些是明確告訴你，有多少東西，有多少那個數量可以買，那你就直接買那個會比較一定會有，就不會真的要排隊，然後會有一定的這個不確定性啦。對。
但这种方式就是你可以很及时，所以开定位真的很重要，因为你会找旁边的比较快。对，因为你要去，因为有时候你要去拿。那你太远，你也不太可能去拿。没错，不可能专程跑去那边拿。有时候不划算啊，对，太远的时候。对。当然有一些店的东西，比如说它真的是很特别的，像我们有跟一些举例的，我们就有跟一些像一个很知名的 bagel 店好了，或是很知名的一些连锁品牌，对，他们提供的东西，你可能会去觉得，我真的移动一段距离也没差，划算，然后我一次买多一点也 OK。对，所以也是有机会用很优惠的价格买到这些有名的品牌的这些商品。对，我们都会找到他们这些品牌呢，知名品牌，他们可能就是用5折以下，市价5折的以下价格去卖给你这样子。市价5折以下，超划算，比你去其他地方应该都还算低啦。对啊，很棒哎！而且除了这样子，就是你可以及时的去看到说有哪的店面家的呀，还有这个粮食都得买以外，它还有另外一个叫做福袋哦。福袋要不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福袋其实我们算是我们第一个用了这个模式哦。它其实就是说，福袋其实就是因为它是随机的。那有些人叫它盲盒，就是说这里面其实内容物是像你在福袋其实跟日本化啦，其实日本就是用福袋，就是告诉你内容是不确定的，然后但是一般来说都会很超值、很优惠，所以我们就用这个概念呢去打造我们这样的平台，说因为很多面包店、很多的这个零售店好，他们每天生的东西其实都不一定，对，种类也不一定，对，所以你很难去说我要选我要这个我要那个，所以最好的情况下他们就用福袋的方式，就是他可能当天剩下什么就组合成什么给你，但它绝对很超值。那对你来说，你用很便宜的方式买到。即便里面可能会有几个口味你可能没那么喜欢，但还是很超值。那没有不喜欢的口味，或许你可以尝试看看，因为有些时候你花钱你不会买这个口味，但你便宜的时候买到了，你就会尝试一下。那或许你可能喜欢这个口味，不一定。有些时候这是一种尝鲜的概念啊，尝试新鲜的概念，不一定说非得要觉得说就是在。惜食，它其实也是一个尝鲜的概念，所以你在下载 App 的时候，我们都上面会特别跟他讲说，惜食，然后跟尝鲜，这其实是一起可以做到的事情。没错。所以福袋是这个概念，而且福袋一个只要50K，只要50块。对，就一个铜板，对。铜板价。对，一个铜板价。当时我们是用这个铜板价的概念，就让你觉得，一个铜板就可以买到。2倍以上的价值啊，因为5折嘛，那你就会觉得很划算。对，所以是不是听听，你就可以排这个福袋，然后拿到2批的加钱的东西，真的是很划算。而且除了这个之外，因为知道Boston在开发这个 APP， 然后营运这个 APP， 其实花了非常多的心血跟精力，就是希望大家都可以有惜食这一个精神。那把这个 App 继续优化，当然需要很多的店家来加入。对，那这个店家我很好奇，因为其实你前面有讲嘛，你去请100间店家，然后可能只剩下20间以下愿意跟你，只有2成以下愿意跟你合作。那后面呢？因为你现在其实已经开发到越来越多知名的品牌都加入了这个陌生开发的环节，我还蛮好奇怎么做到的。好，最一开始比较痛苦啦，因为最一开始没有知名度。最开始你们也不知道我要节目 ，APP 可能也还没有，对 APP 没出来，然后最开始连一个新闻都没有，你搜寻 Taste Me 在搜寻上面可能也找不到任何东西，所以大家不知道你是什么，不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东西的时候，他就会很自然的先拒绝，因为大家都会对未知的东西先拒绝，会有一点害怕。对，然后我们曾经像我们去拜访的时候，有遇过，就是我才刚进去我还没有开口，他就先说不要了，我就还没讲话，然后我想说。好歹这么讲完，然后也有一些我们一进去跟他讲说我们的机制，讲完之后，他就认为说，那你们收除以1个月要多少钱？我想说，就是你可能完全误会我们在干嘛了。对，那也有一些就是我曾经比较极端的啦，就是也有被讲一讲，他们可能认为我们是诈骗，就是他以为我们要骗他钱，然后就也有被他的那个我们说服的那个对象的妈妈用扫把赶出来的，也有，就是那些情况其实都蛮多种啊。因为那个时候其实跑那800家，其实我也是跟着我妈妈一起去跑，因为那时候我妈妈业务能力比较好啊。那个时候我本身业务能力不好，然后我也你带你妈妈跟你一起出去跑，应该是我妈妈带着我去跑。天哪，好感人哦！对，所以那时候那800家其实是这样来的，这样子跑来的，所以其实那时候蛮特殊的一个经验啊，对。所以妈妈应该帮了蛮大的忙，对不对？对，在我业务那个能力是帮忙很多，因为我一开始本身过去的职业，对于这种直接陌生开发是很弱的，
所以我本身不会做这件，就是做不到这件事比较陌情。生对。所以妈妈协助了很多，就是教我怎么样讲话啊，然后怎么样去修正，然后怎么样用简单的话、白话让人家知道你在干嘛。而且会不会其实很多老板看到就是长辈会觉得，对，比较亲切，比较对，他会觉得你比较安全。哦，对，要不然会觉得一个年轻人进去，就像你骗，就好像是诈骗的感觉。对，实际上我也会有很好的一个平衡作用啦。对，所以经过开发完 app， 然后再开发了这些店家，最后找到了大概110快120家左右。哦，对，那是我们第一批的店家，就100多家。对，100多家。但是到现在，因为我哈看到已经有懂到泰家寿司的面包店。然后甚至还有素食品牌，对不对？素食品牌是现在已经加入了吗？对，素食品牌我们现在知名那个素食品牌，就是 fast food 的那个，我们现在已经加入了。然后应该在它规模化的话，应该在这个月，应该很快在这个月，大家就看得到了。对，哇。然后基本上我们在这一个品牌上面，我们因为前面的800家其实一开始是比较辛苦，是因为没有知名度嘛。那现在慢慢的有一定的知名度的时候，其实在跟他们讨论，而且像现在大家不是会重视永续，对，然后企业要做 ESG 的这个东西，就是企业要去重视环保，重视环境跟社会啊，那其实他们就很重视这件事情，所以越知名的品牌，他们越在意这件事情，他们其实就越可以接受我们在跟他讨论这件事情。是，对，其实我觉得过去另外一个角度，其实我也认为说，我们在讲永续这个概念啊，其实就是在讲客家文化。因为永续就是要做不要浪费嘛，物尽其用。对，它就是客家文化本身在做的事情。唔錯呀，真嘅就會中文嘅，我在一搜尋我就可以找到巴神跟客家的關聯，因為的確係老亞的精神不用都習慣度，然後延續到這個 app 上面。但我們剛剛講的是店家這一塊的，但我也蠻好奇，實際上的消費者有沒有給你一些回饋，就是他們有沒有透過這個平台，比如說獲得真的有透過這個平台得到一些收穫啊？他們有給你這些反饋嗎？有，我們有一些遇到的，像我曾經。在最一開始的時候，我為了要知道說，我曾經自己設想過，我這個平台是不是可以幫助到一些經濟有困難的，然後其實我有蹲點在我們過去合作一些麵包店外面，然後也真的有遇到像這個單親媽媽，然後她可能就是剛領完我們合作店家的那個麵包啦，然後我就稍微跟她訪問一下，但她不知道我是誰，我就跟她問一下說，就是你覺得這個怎麼樣？然後他就說這個很不錯，因為他前一天晚上他就買了自助餐的，然後他們家裡好像他單親，然後家裡總共有4個人吧，所以他就可以用50塊錢，然後2盒就是大概就可以養飽就是家裡4個人的那個量，對，然後隔一天那個麵包他又可以去讓家裡大概可能那一天早餐全部都搞定，所以他所有那個生活成本、支出成本都會降低得非常非常多。對，然後我就覺得原來真的可以幫助到就是這些人，就是我原本預想這些人他是真的真實存在的。對，那所以我們就會說這些比較正面的回饋。那當然不是說經濟有困難才能用，我們有遇過有一些，他可能是這個，因為我們其實有做過很多消費者的這個訪談，就會發現說很多收入可能是10幾萬的也有，他純粹就是為了說，我雖然有錢，但是我也想省啊。沒錯，對，沒有說有錢就不省。浪費。對，我們又可以同時在滿足自己嘅口腹之欲的時候，我們同時又可以避免減少，我們可以減少這一些浪費，其實是非常非常好的。故說有關亞的精神啊，韓國亞的 app，還有動動內容會同大家來分享。先休息一下，等下再個陣來。好，歡迎大家又轉到福起來咧，我係總宇權阿權妹。今日嘅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全台灣唯一咧要惜食的一個 APP。那這個 APP 呢，你是會老給下載下來，你就是會看到雅布卡夫區呢有那條店咩呀，它有這些很棒的糧食在促銷的這些糧食，你就都得有幾批都得買也都，或者是我們剛剛講到有這個銅板價，這個50塊，你就都得拿到呀加錢2批以上的呀，這樣子這麼一個超值的一個福袋，同大家來好好分享。啊，不過輕鬆有嘅喺這背後有非常重要的觀念，就是惜食的概念。特別可能大家不會吃到，這就是
别人剩下的食物。但是我们现在不要讲剩下的食物，莫讲其些存下来、存到下来这些东西，我们要讲它叫做粮食，它还是优良的食物，它还是很棒的食物。如果你今天晚上、明天早上要吃，它还是非常非常棒的，对不对？这个观念其实应该是根本嘅节目当中，要同大家来分享轻松有嘅观念。故事福气卡拉 OK， 我们再请巴神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其实这样子的观念，我们大家需要慢慢的调整，慢慢的改进，慢慢的去吸收。是，因为其实这个概念，其实那时候为什么会想要把剩食这个概念转成粮食？其实良好用良好善良的良，原因是因为剩食它比较是一个剩下，比较是一个负面的词，你会觉得这东西感觉就很有问题，怪怪的。那如果你用良好这种比较正面的词，你会觉得东西其实是没有问题的。那这个粮食也刚好是联合我们真的在讲食物那个粮食那种概念。对，那当初会想要这样的连结，就是因为就像是其实我蛮常喜欢举一个例子，就是正面跟负面的这种说法差别。就是如果你今天快在一家甜点店，你快打烊，你进去疫情你进去的时候，店员跟你讲说，我们今天剩下这些，好，那你如果换一个角度，第二天你进去的时候，疫情进去，你就发现说，我们今天还有这些，你怎么想？感觉就不太一样，感觉不一样，它只差2个字的差异，可是你的感觉不一样，东西一模一样，时间点一模一样，可它只要说法不一样，他讲还有这些，你就觉得心情不错，因为我这么晚了还有这些，对，你就愿意买，剩下就觉得好像被挑剩的，所以这个词汇的不一样，其实就会导致于说你的接受度不一样，你的那个行动就会不一样。而且我们刚刚有讲到，其实剩食不单单只是有经济的考量，这个我们这些用很便宜、很优惠的价格买到这些很棒的粮食，不仅仅是有经济的考量，有可能其实你就是不想要浪费，你就是要减少浪费这件事情。这就是我们大家现在应该会走抖我们可以看到现在非常非常多企业都在做这件事情，对，非常多的店家，因为这些东西其实它不是说经济，因为我们一般我们都会认为说，好像这个惜食，或者是说不要食物浪费，或是说甚至讲说，我们常常看到，很多人不要食物浪费会打包，都觉得好像是经济有困难才能做这件事情。其实没有，很多我真的身边遇过很多的这个，他们可能都是经济非常好的情况下的人，他们其实都很愿意去不要食物浪费，他们也觉得浪费离开了做这种东西很奇怪，对，很不好，那这观感不好。然后他们都会自愿去打包，所以即便很有钱的，身价是就是上百亿都有，他们都会做打包动作。所以不要认为说，只有好像没钱才要做惜食，然后才要不要食物浪费，这其实完全没有相关。是，对，这也是它轻松有给观念，而且我觉得透过这样子的一个 app， 它确实解决了蛮多的因为有一些 app 你必须要下载好几家不同的 app， 然后去看这间商店它有没有剩食，对，有没有这些很棒的粮食，你有机会可以买。但是你要一个一个 app 去打开来，但是我如果透过 Taste Me 的话，我就只要开一个，我就可以看到，现在有哪一些，我立刻就可以找到这一些全部的东西。对，而且这是我们想要连接的部分把不同品牌他们想要做这个减少食物浪费，就透过我们这个平台来做。而且除了七嘎希都点美底度去取货之外，也有另外的方式，有可能也有宅配的方式，对不对？对，有一些宅配或者让你超商取货，其实就是这种配送的方式都有。然后我们甚至也会有这个像是外送的方式，就是如果假设你真的很想买，你时间真的没办法，那个时间真的出不了门，那好，那也可以就是用这种配送的方式或外送的方式去做这样的这个减少食物浪费的这样的一个行动了。对，而且我觉得巴神很厉害，是把整个机制做的尽量的完善，尽量的符合大家的需求，用蛮功能，大家就觉得钱是一件麻烦的事情，店家也会觉得，我现在要收这个钱很难处理，巴神处理掉这个问题了。对，因为我们当初是想说，我们在平台上面就是除了让你知道资讯，你知道哪里可以买之外，对，你在上面也可以直接付钱。然后我们上面付钱的方式，大家可能会觉得很奇妙，是可能会有一个叫什么 T 币的东西，这其实是为了让你的钱现金先转换到里面的成为一个币值，然后到时候你在交易的过程中，如果需要，假设刚刚前面有提到什么要排队，线上排队，你没有排到，你钱要退给你嘛？退给你就会比较快，你不会说我要等一段时间，信用卡要退刷或干嘛，那等很久。所以我们用这个方式才可以让这个顺序是立刻发生，立刻退给你，所以就不会说让你要等。所以那其实是为了这样的机制使用的。那我们透过这个方式，就是让你去取东西的时候，你不需要再付钱，你就是只要
他看到一个你的兑换的画面，然后直接给你就可以兑核销东西给你就走了，就这样而已。所以对店家来讲也会非常简单。哦，而且未来啊，也难锵锵这类东西都得透过 TasteMe 这个 app 来这个购买。其实也有日用品也渐渐的在推出，对不对？对，其实我们现在目前种类还蛮多的，就是其实你只要想到的是东西，它只要有效期的。哦，任何你什么东西基本上都有啊。对，基本上都有啦，很少有没有的啦。对，所以基本上你只要有效期的，基本上都会陆续在我们上面出现。洗发精、洗发精、沐浴乳啊，然后美妆品啊，然后宠物食品、保健食品、保健食品都很棒。只要你身边想到会过期的，它陆续都在上面出现，那当然就会慢慢的一批一批的上来。对，所以渐渐的正在让这些店家越来越多，增加我们的品项，然后你会很多东西除了吃的以外、喝的以外，上面都还有其他东西可以做选择。好心动哦！因为这样下载这个 app， 我还没有机会去排队，我很想要试。疫情就可以买美妆了。对呀，你知道有时候就是化妆，我们就是其实需要比较多种，对，需要比较多种，比如说颜色啊，眼影需要很多种颜色，但是我其实不一定真的要使用到这么久，对我可能就是用一下，我可以试用一下这个颜色，或许我以后就真给之后再用暗用给粉色。超棒的，对，所以其实我也蛮好奇的。其实这样子的使用者，那他谈 Hero 我蛮有兴趣的。那 Boston 有调查过你们现在的使用者大概是什么样的族群比较多吗？大概有最一开始大家其实我们前面有聊到，大家都会。包含疫情会觉得说，其实应该是年轻人用最多，因为年轻人就是数位化买东西嘛，就是很习惯用 app 啊。对，但是我们上面使用我们最频繁的就是45岁以上的。哦，对，就是这其实也是我们在运作起来才发现这个趋势。其实我们一开始也以为说年轻人最多，对，年轻人最多，可他们的频繁度没有像45岁这么多，这么的高频率。那我们其实后来有了解说，为什么45以上这么高频率？原因是因为第一个，他们可能会觉得，这个他们本来就有不要浪费的概念，因为这个精神还在他们的脑袋里，年代就已经是在年代里面就已经是根深蒂固的概念了。哦，太年轻的小朋友，因为按导演的生活，大家都可能过得比较优渥，比较没有重视这件事情。对。然后第二个就是他们可能在那个时候，他们可能即将快退休，或者是安排退休的生活，他会觉得在经济上面他会开始会做一些收敛。他就会觉得这件事情他很重视，收敛经济这件事情他很重要，开始做一些那个节约的这个开销的部分。所以通常而且再来就第三个点就是他们比较有时间，因为通常你工作到后期的时候，你的时间是很好被掌握的，很自由，对，很好支配时间。对，那你就会有时间去做取货动作啊，做这些事情的调配。所以因为这3个原因导致于说，原来45以上才是使用那么频繁的原因。也是因为这样子，三下来啊，泰嘎扣年 VD 这个双北的社区大学有看到 TasteMe 跟他们有这个合作，对不对？对，其实我们在预计就是大概在第2季到第3季的时候，我们就会有这个社区大学的永续社区大使，4月开始，对，大概4月开始会有这个跟双北的这个社区大学去做这个合作，然后我们就会希望让社区大学的学员来成为我们的这个推广大使，然后来去推广这个永续的理念，然后里面比较着重于在这个减少食物浪费，让透过社区的力量，他们个人的力量连接到社区，然后来把这个概念推广出去，让每个人会觉得说，减少食物浪费这件事情是一个很好的概念，然后甚至也可以把我最喜欢讲的就是打包这件事情必不可耻的这件事情都可以好好的把它带出去，因为很多人会觉得打包好像不好意思，其实真的没有，其实真的没有，但是还是会有一些人会这样想啦，所以我觉得这概念也是一个可以值得好好推广的地方。没错，我觉得泰嘎真营2了后了各一边一哈，可能有的人已经开始在做了，我相信有蛮多人已经开始在做了，像是一些随手的一些环保小习惯，但是我们可以把它拓展到食物多一些，或者是日用品多一些。不过黑光泰嘎有今本日糖豆巴神这样子的分享，觉得他聊这些观念非常非常的有趣的话，其实巴神没有第一个开 podcast 哦，有在 podcast 跟大家分享这些观念，对不对？对，其实我做 podcast， 其实这个观念我们有带进去，但大部分我们都是会邀请一些，比如说产业界的政府啊，或是一些学术界的一些单位，他们的一些比较是领导人物或是一些影响力人物，来分享他们在他们领域里面做的一些永续 ESG 啊，或是
他们做了一些什么样的经验跟一些未来的愿景，然后成为一个资讯的永续资讯的一个交流平台。那在一些过程中，我就会顺便把我们的这个理念顺便也带进去，跟他们一起聊。对，故说哇，我觉得今日同分享做的认识到巴神。然后听到你做的这个 app， 然后每希望按用这个惜时的精神，做的传达本大家继续爱护 NATQ。所以今天非常谢谢巴神来到节目当中，谢谢。谢谢。没什么，电视机头前观众朋友跟苏看休息一下，等下空下来做运动哦。大家知道有节目好看无啊？我記得啦，我來福喜來嘅免數傾站，韓國客家電視台嘅 YouTube 頻道，咪記得我來傾站聽嘅韓國影片嘅連結啦，記得我分享出去哦。